还是油油的哈。哎呀，哆瑞咪精灵，不要再念了，不然你自己来洗。我才不要啊！赶快洗。叽里呱啦经理，你给做嘛给？而且他怎么好像在监督你啊？我知道，阿迪古，你是问我在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很像哦。叽里呱啦精灵，你刚刚是不是还被哆瑞咪精灵骂了？才不是嘞，那是因为我们刚刚玩猜拳呐，结果叽里呱啦精灵自己输啦。对啊，我们就说输的人要负责洗碗啦。可是他洗这么久都洗不干净哎。我会洗碗，我可以帮忙。我也可以帮忙。奶杯洗碗。啊？哦，就是我也可以帮忙，我会洗碗啦。悠悠们，阿迪古这次不用你们帮忙啦，下次如果你们猜拳输的话，就换你们洗碗了。对啊，这次是我输了，我要说到做到。非常好，所以我们都要跟叽里呱啦经理一样，当个说话算话的好宝宝。叽里呱啦精灵，你不是有学那个泡泡魔法吗？要不要试试看？对哦，你不说我都忘记我会这个魔法哎，来试试看。好可泡泡术！泡泡越来越多怎么办？哆瑞咪精灵、叽里呱啦精灵，快想办法！想办法啊！想到了！叽里呱啦精灵，你不是还会解除术吗？哦，对哦，好客解除术。终于停止了，不会再冒泡泡了。对啊，好险！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工一下好了。那我来天数四块耶！天数4块哎！我刚刚不是说分工吗？所以我说我来帮忙洗筷子。不好意思，麻烦大家嘞，叽里呱啦。那悠悠妹啊，我们去拿那个拖把跟水桶，把这个地板拖一下好了。不如我们试试看用清洁魔法吧。好渴啊！先不要，我觉得我们不要再变魔法了，就自己动手做吧，好不好？给，准备，给。赶快，这边我们去拿，快点。慢慢走哦，小心哦，有一点滑哦，小心哦。我们手牵手。你给做嘛给？意思就是你在做什么？奶杯洗碗，意思就是我会洗碗。奶来天数洗筷耶，意思就是我来帮忙洗筷子。今天故事里面的课语，各位有没有都学会啦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
巴肚，弹出头来冲啥？